即將要進行嘅搶七啦，係雙方呢個賽季第12次對陣。西決第6場返到主場嘅馬刺大勝雷霆，追到3-3。呢個係呢個賽季兩支球隊嘅第11次交手。而嚟到西決，雷霆一路喺度追問兩個問題：第一，如果雲班係不可防，咁其他人呢？雷霆會一路咁消耗雲班。上一場馬刺主教練米奇希望通過雲班開局唔攻，讓出球權嚟激活隊友，但效果唔好。呢場雲班嘅休息時間調整咗，第一節雲班嘅進攻方式亦都有所改變，從外線開始越打越入，更早咁休息，亦就係雲班唔再拖長佢首次登場嚟到帶動輪換，而係趁住雷霆換人嗰陣時一齊換，一齊去適應。呢個亦都回答咗第二個問題：雲班唔喺度嘅時候點辦？哥尼特已經冇提升空間，但華素以夏巴、昌伯尼有，咁呢一段時間就等佢哋嚟攻，特別係夏巴嘅傷勢同狀態亦都好轉咗。本來咧仲配備咗霍斯，咁只不過咧霍斯進攻唔夠果斷，某啲進攻回合中咗雷霆放空佢嘅圈套，錯亂咗自己嘅節奏。從雲班帶動隊友，然後雲班休息，隊友帶動哥尼特，等雲班少食多餐，密集休息，加強替補陣容嘅火力嘅就係米奇嘅計劃。米奇應該仲明白咗另外一件事，能夠喺第3節建立足夠嘅優勢，佢就可以贏，根本唔需要考慮雲班嘅體能問題。呢個系列賽第一場雙加時，馬刺贏7分，之後冇一場比賽打到關鍵時刻。雷霆贏嘅9分、15分、13分，馬刺贏嘅21分、27分。因為系列賽進入咗一種好有趣嘅狀況，特別係最近呢3場，主場球員表現特別好，衝勁特別足，打得好強硬，信心亦都強。一到客場又開始失誤、失準、失信心，不斷去揾裁判。呢種混合式嘅主場優勢，佢就係被裁判強力干預嘅後遺症。主場球迷支持主隊，咁裁判喺現場利於主隊嘅判罰就會顯得正確無比。其實球員都好聰明，唔會做無用功，跌都痛㗎，所以跌都要睇收益。第6場嘅動作，如果你係放喺第5場嘅情景，估計馬刺早就犯規困擾。即將要進行嘅搶七啦，係雙方呢個賽季第12次對陣，應該係 NBA 歷史上面單賽季交手最多嘅兩隊。換句話嚟講，水平之接近，相互之了解，已經冇咩奇招可以出。3-3令到系列賽回歸原點。一場過嘅晉級戰，謝倫威廉士第6場復出，係為第7場做鋪墊，但輿論壓力會喺雷霆同裁判一側。米奇背後嘅老帥保波域治係更懂得心法運用。坊間有2種猜想：一，聯盟要為雷霆賣盤做增值，但負面信息太多，話唔埋，球隊價值同市場規模有關；二，聯盟要將雷霆樹立為大反派，製造話題。喺個人角度，搶七裁判可以少啲氣氛，就算冇反派都唔見得有問題啫。俱樂部杯決賽咪上演過咯。